我記得很清楚，在1985年那一天的早上，有一位金色長髮、高高的歐洲女士站在我的辦公室門外探頭入來。她問：我現在可以和你談嗎？我點了頭之後，她立刻閃了入來，轉身關了身後的門。她非常興奮地說：你可以了。昨天你講那件事，你可以做。從那一刻起，我整個人生就光明了很多。就如韓紅那首歌《天亮了》。為方便起見，我叫她做琳達小姐。她是30出頭，比我大幾歲。她當時是加拿大石油界一位很少有的專家。在1980年代用電腦畫圖設計，要用很貴、很高級的電腦系統。我做工那公司很有錢，每年的新建設就用超過10億加元。在上世紀80年代，那是個很大的數目。我公司共有3部機 Design Terminal， 每一部都需要一個專人操作。而每一天，琳達小姐和她的團隊就負責確保這套設備的運作正常。除了專人的薪金及硬軟件的維修之外，每一套需要加元25萬，共花費75萬設置的。那時普通人的時薪還不到3加元。話說回前一天，我請琳達小姐到我辦公室，我把一張預備好的紙放在她的面前，叫她拿回家去考慮之後盡快答覆我。紙上寫了一系列用電腦來做設計時必要的功能。我想知道紙上的功能和他們用了每套25萬加元買回來的設備相差有幾遠，因為全公司幾千員工中只有他是專家。今天一早他講那一句話的意思是，我紙上寫的功能是能滿足到他們每天設計的需要。在我追問之下，他答，那是有90%以上我們現在做的功能。我多謝了他後就叫他離開。那一天放工回家，我不停地設計再設計，計算完又計算。好彩我本身是位電機工程師，在那時已經有了超過10年實際組合電子機件經驗，也在自學之下製造建成了3部微型電腦。天亮回到辦公室，這是第3天。琳達小姐不請自來，她想知我在做什麼，因為我一向是全公司甚至乎全個集團的特有專家。這是包括了香港李先生買下的 Husky Oil， 都是我們旗下的分公司，而 Husky 的首席地質學家也是我個人的客戶。我想了一想，將昨夜設計的結果綜合成一句說話。我講，我有方法用你們現在所花的1成費用，設計一部可以滿足你們現在所用系統90%以上功能的工具平台。他當時不明白我的意思，搖搖頭就離開了我的辦公室。老實講，我當時也不明白，那是我即時將我所有的夢想思維第一次講了給除我之外的人聽。簡單地說，那就是花25,000元做25萬元的工作。講到這裡，你有興趣知道之前發生的事嗎？還有後來的輝煌、血淚、反叛、忠誠、生死、美女、電單車及全世界那時候最大的虛擬企業，還有美國白宮的介入。這是我多年來的見聞和其他人相關的故事和經歷，他極需要你們的支持，我才可以繼續寫下去。